Hello， 大家好，我係 Phil， 今日咧就同大家講呢個嘅偶像不適任者中村麗乃啦。相信咧好多人睇到呢個標題咧已經想屌柒我噶啦，不過第一彈聽埋我講先，因為咧呢個三期新嘅成員中村麗乃啦宣布咗畢業啦，咁所以今日咧就會同大家去介紹一下佢嘅。咁啊，開始話題之前咧，記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啦。咁我哋開始嚟話題啦。一切咧就係由佢入團之前開始講起嘅。喺入團之前咧，佢係屬於一個嘅演劇團嘅，就叫做 Girl Future。咁呢個團咧，其實仲喺 IG 咧，仲見到佢嗰個嘅官方嘅 account 嘅。咁但係咧，佢個網站已經係收咗皮㗎啦。咁而呢個團咧，最主要咧就係做翻一啲嘅舞台劇嘅工作啦。咁同埋咧，呢個團咧亦都係由 Sony 咧去營運嘅。咁除咗咧，佢之前咧係隸屬於一個 Sony 嘅團之外啦，咁喺2017年嘅時候咧，佢亦都參加咗一個由講談社咧主辦嘅一個選秀選美節目嘅，叫做 Miss ID 啦。咁就入咗最後130強嘅。咁但係亦都係因為同年啦，成功加入咗乃木坂嘅3期生，咁所以咧就喺呢個叫選美選秀嘅比賽裏邊咧退出咗啦。咁正正因為呢個咁樣嘅背景啦，所以好多人嘅口中都會話麗乃係 Sony 高層咧安排到乃木坂嘅成員嚟嘅。咁我哋之後一齊去睇下入團之後咧佢達成咗啲咩成就先。正如啱啱所講，2017年16歲嘅時候咧，加入咗成為乃木坂嘅3期生。咁喺咁多年8年半裏邊啦，選拔嘅次數只係有2次，分別就係 Ohitori Sama Tenkoku 同埋 Chance wa Byodo。咁 Under 嘅 Center 咧就有1次嘅，就係Warui Seven。雖然咧入團之前已經本身隸屬 Sony 啦，咁但係咧一直以嚟咧佢嘅推力都係麻麻地嘅。加入咗之後啦，佢比較怕生保啦，同埋生得比較高啦，唔係好識講嘢啦。咁所以咧一直以嚟咧握手會嘅成績咧都唔係話好亮眼嘅，亦都係一開頭嘅時候咧冇成功咁樣好好留低咗，因為新鮮感去佢嘅飯嘅。咁握手會嘅成績最高峰嗰一次咧，亦都係3期生第一次去賣握手會嘅嗰一次啦，就係 Nigemizu 嘅時候。咁咧佢係成功做到全切12部嘅。之後嗰幾年裏邊咧，雖然佢都有時候會切到幾部啦，咁但係見到佢握手會嘅成績咧，切到嘅部數咧係越嚟越咁下降嘅。咁喺見過翻嘅 report 啦，其實好多都話 Nero 喺握手會上面真係好靚，有好多時候咧佢都會好似飛鳥咁樣一樣咧去拒絕一啲太過吊翻嘅一啲行為嘅，例如一個戀人式嘅握手啦，同埋咧去講中意你啊，好想見你啊等等嘅説話嘅，可能係呢個原因啦，再加上佢係一個頭腦王嘅原因啦，咁所以咧佢喺呢個握手會上面嘅人氣咧係非常之差嘅，令到營運咧喺佢身上面咧賺唔到好多錢，咁所以咧喺入團7年之後咧先至第一次進入呢個嘅選拔嘅，咁但係咧我覺得呢次嘅選拔咧唔係以慰勞式嘅方式咧去俾佢嘅，反而咧係獎勵佢喺村外咧闖到自己一片嘅事業嘅一個選拔位嚟嘅，因為佢喺2023年嘅前半年啦，成功咁樣喺呢個帝國劇場度出演咗呢個嘅 Endless Shot 呢個音樂劇嘅。之前都成日都講啦 ，Under 裏邊咧會有好多舞台劇嘅資源啦，咁麗乃咧就係少數嘅喺 Under 裏邊啦，可以將呢啲咁樣嘅資源轉化成為自己嘅業務嘅一啲成員嚟嘅，以自己嘅歌舞嘅能力咧去將呢個嘅舞台劇同音樂劇咧發展成為自己嘅事業主軸嘅。由2019年嘅逆轉裁判舞台劇去到2023年嘅 Endless Shot 音樂劇，可以見到咧佢出演嘅一啲資源咧含金量係一路咁上升嘅。咁同大家講下乜嘢係帝國劇場啦。咁其實係一個比較高級嘅一個場地嚟嘅。咁佢喺1911年嘅時候已經建立㗎啦，係超過100幾年歷史嘅一個場地嚟嘅。咁含金量最高嘅咧就係 Endless Shot 呢個音樂劇嘅。咁呢個劇咧已經有超過咗20年嘅歷史啦，出演咗係超過2000場嘅。可惜嘅係咧，因為今年咧呢個嘅帝國劇場要裝修嘅原因啦，咁所以咧我哋冇得睇到 Nero 咧再次出演翻同一個角色，連續3連敗嘅。咁而麗乃咧亦都係因為自己咁好嘅歌舞能力啦，自己嘅外貌啦，成功係因為呢套劇裏邊咧，令到佢喺呢個嘅音樂劇界咧打響咗自己嘅名堂嘅。亦都因為要出演呢個帝國劇場裝修前最後嘅一個節目啦，所以缺席咗 Yoda 嘅畢業演唱會。我覺得呢個決定其實係非常之明智嘅啦，因為呢個嘅節目咧唔係任何人都可以隨便上嘅。而 Ikuchan 啦、新田繪梨花咧都係有去到出演呢個嘅節目嘅。得到業界肯定嘅麗乃咧，就喺2月28號宣布咧喺乃木坂裏邊咧畢業啦。咁而畢業嘅原因啦，我覺得最主要就係因為見到時機成熟啦，同埋覺得咧應該係時候離開乃木坂咧去發展自己舞台劇或者係音樂劇嘅事業啦。咁而我覺得咧佢留喺 LLC 裏邊嘅機會咧係50-50啦，因為而家 LLC 咧嘅舞台劇啊或者
者音樂劇嘅資源咧，其實咧係冇佢而家拎到手頭上嘅資源咁勁嘅。咁而喺今年嘅5月啦，亦都可以見到咧，佢係有得到一個以吸血鬼作為主題嘅舞台劇啦。咁亦都係因為呢個嘅舞台劇同埋之前帝國劇場嘅一啲工作機會啦，咁所以咧我就推測佢有機會咧可能簽咗同 Saito Kyoko 齋藤京子一樣嘅東寶藝能嘅。咁呢個都係我嘅推測啦，因為我冇深究過日本嘅一啲藝能事務所咁樣嘅。咁亦都希望佢之後咧喺呢個嘅業務上面咧繼續蒸蒸日上。咁今日條片嚟到呢度啦，中意記得嘅 like、share 同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